立委谢龙介同时嘛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。9号下午，伫议会国民党团议员的陪同，召开记者会。一方面感谢乡亲，甲着党团议员全力投入罢免的联署，但无奈因为联署无法度达标，所以联署书会全部来销毁，未来送到选委会。他们2位联署的数目也大概差不多了，都将近两边的比例一样。那很遗憾了，虽然大家很热情，我们这次的联署没有达到60%，就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但也显示出真的国人是反对这所谓的大罢免，所以在这边向所有参与联署的好朋友致上最高的谢意。那一样，我们会把所有的联署资料全数销毁，不会外流一份。在这边呢，我向大家做一个报告。至于外界有人认为联署无达标，是不是爱撕掉主委？这两界嘛坦承，确实第一阶段的罢免联署，伫咧处理的时有威胁甲着错误，伊嘛向外界来道歉。至于主委的职务是一种的承担，如果有人愿意，伊嘛会来交棒。党部主委，这是一个承担呐。如果有人愿意来共同负担，那我乐观其成。对于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在联署的过程，那有做了一些联署的违误，我个人呢向大家致歉就是说，确实我看了笔录确实有一些违误，那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勇气来承担。那当然也因为如此，造成了这一次的联署有一些负面效应，也是事实。至于后续，因为将面临第3阶段的罢免投票，这两界强调，未来将会全力来反罢免，协助被罢免的同志投入反罢免的竞选，希望全体一心打赢反罢免的选举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